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昨天中指研究院和這個科爾瑞公布了2026年2月樓市的一個情況。昨天咱們節目也介紹了根據這個無論是科爾瑞還是中指研究院的數據這個新房、二手房都不能說樂觀，實際上是繼續下跌，只是下跌的幅度有所收窄。這個中指研究院甚至發布了這個2月份租金也在下跌。如果你要關注租售比，對吧？只有租售比合理，房價才能穩住。那麼那個租金還在下跌，那這房價更難穩了。中指研究院和這個科爾瑞發布數據以後我看了一下這個各大機構紛紛點評評論。我們看一看這個機構是怎麼說的首先是這個路透社這個路邊社在2026年3月1日報道說，中國新房價格2月以3年多來最快速度下跌。調查顯示中評論稱他說儘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中國房地產市場仍難以觸底，新房價格環比下跌 0.04%， 逆轉1月的 0.18% 的漲幅，是自2022年12月以來最陡峭的下降。說中指研究院的數據顯示這反映了需求疲軟和庫存壓力。路透社分析師指出，新房價格在100個城市下滑 0.04%， 從1月的 0.18% 漲幅逆轉，這是自2022年12月以來最陡峭的下降。他們強調，官方的70城價格數據將於3月16日發布，就是統計局3月16日發布這個2月份的數字。自2023年5月以來未見月度上漲，預計2月數據將進一步證實市場低迷。評論認為，政策支持雖有，但未見明顯效果，市場需要更激進的措施來刺激需求，否則下滑將延續。這個路邊社是不安好心這公然唱空居然說是最陡峭的下降，這叫什麼話呀？這個咱們是以批判的這個這種眼光來看這個路邊社的唱空这個標準普爾全球評級他怎麼說的呢？他說銷售預測下調，開局慘淡，預計全年下降 10% 到 14%， 又是一個說不好聽的這又是赤裸裸唱空這個標準普爾他說在2026年2月9日報道的這個預測中國房地產下滑將比今年預期更糟，比這個就是說他認為實際情況比預期的還要糟。在這個分析中他對科爾瑞和中指公布的數據表示擔憂，但是他這個說的是1月份的數據標準普爾評級機構下調2026年房地產銷售預測，預計下降 10% 到 14%， 比10月預測的 5% 到 8% 的下降更糟糕。評論稱，他說公司周日表示主要房地產銷售今年可能下降 10% 至 14%， 比公司10月預測的2026年銷售下降 5% 至 8% 更糟。分析師強調2月數據顯示需求疲軟，庫存高企，儘管1月價格小幅上漲，但整體趨勢向下。科爾瑞的銷售數據，1月Top 100開發商合同銷售165億元，同比下降 27%， 被視為開局慘淡的證據。他們警告，沒有更強政策，市場穩定無望，融資挑戰將持續拖累開發商。這個中指研究院呢，他今天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2個月百強房企共有8家銷售額超過100億，這超過100億的越來越少了哪8家呢？這個保利發展、中海地產、華潤置地位居前3名，銷售總額分別為257億元、229億元、217億元，跟他這個2021年最高光的時候都是下降了 60%我記得2021年是吧？最高光的時候，那個什麼恆大呀、什麼融創是吧？或者碧桂園，那都是一個月700億、800億你現在一哥保利發展也只有250億，你說怎麼弄？這個是賣房那麼買地呢？中指研究院公布2026年1到2月 Top 100房企拿地總額950億，100個房企2個月2026年2個月拿地都不到1000億，加到一起只有950億，同比下降，比去年下降 52%。你說這是好了還是不好？這房企就是棉粉廠，它不進小麥了，它打算幹啥？這是1月加2月一共同比下降 52%，100家房企拿地收入都沒過1000億，所以個別城市個別地塊在那搞地王，对吧？炒地價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接着看這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媒體它是怎麼
唱衰咱們滬市的這個樓市啊。南華早報啊，他發表一篇文章說慘淡開局，銷售加速下滑。南華早報在2026年2月2號的報道中就形容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慘淡開局，銷售下降加速，對科爾瑞數據進行分析，稱2020年開局慘淡，新房銷售急劇下滑，一些指標以近年來最快速度惡化。報道稱，中國長達多年的房地產低迷已延續至2026年，新房銷售急劇下滑，並按某些衡量標準以近年來最快速度惡化。科尔瑞數據顯示Top 100開發商1月份合同銷售額165.5億元，同比下降27%。分析師評論最新數據是慘淡開局，警告沒有更強政策支持，無可見穩定。中指研究院的價格數據說1月新房價格環比上漲0.18%，但2月數據逆轉，被視為需求疲軟的信號。南華早報強調說融資挑戰和價格下降持續，開發商和分析師敦促謹慎。盡管有積極頭條，就是救市措施但市場未真正復蘇。1月份是這樣子，2月份在1月份的基礎上還在下降，只是降幅慢了點。那你說是好了還是有沒有希望呢？是見底了嗎？這個彭博社報道他說危機持續，市場信心明顯，但外資尋求機會。他這說的還比較這個客觀一點吧。他說外資在找機會。這個他這報道原文是這麼說的他說中國房地產危機可能籠罩經濟，但 AIA 集團首席投資官表示市場信心明顯，外資尋求機會。這個是2月9號視頻報道中國房地產危機中，對科爾瑞數據的分析顯示2025年房地產投資下降17%，房屋銷售面積下降8.7%。2月数据延續低迷。但彭博社也指出他說香港活動顯示外資興趣，評論稱危機相對穩定，但需政策支持。相比較這個別的機構下調預測，也就是那個什麼標準普爾什麼的下調預測這彭博社相對來說平衡。什麼意思呢？就是他也強調高收益率吸引投資者，也就是危中有機，就这意思。使用时请再唤醒我。当然了，他指的是香港的楼市好像穩住了。总体上看这还有其他的这個報道比如說這個 CNBC 的，還有這個德國的一家機構。總體上海外媒體對2月數據持謹慎態度，認可政策努力，也就是政策的方向是對的，但是力度還是小，強調需求低迷和下滑加速，預計需要更強烈的刺激。這個標準普爾還有路透社更悲觀，用的詞就很嚇人，對吧？什麼下降更加陡峭，最陡峭的下降，還有什麼開局慘淡。問題是人家都是拿着中指研究院和科爾瑞的數據說話，那就是同樣的一個數據，看你怎麼解讀，你怎麼看，對吧？數據都是一個數據嘛，中指研究院、科爾瑞他們倆發布的數據也差不多互相能驗證，那就看你怎麼看待這個事情。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條新聞說上海商品房5年限售。你看前幾天這個上海發布滬7條，大幅放寬限購政策，尤其外地人在上海外環購房只需要1年社保，對吧？一方面是限購放寬，一方面上海商品房又是5年限售。我查了一下它這不是上海今天出的什麼政策，而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上海是有這條政策的，就這條政策早就有了，2021年就出台了5年限售。它不是所有的樓盤都5年限售它好像是針對那種就符合一定條件的，就是那種熱門樓盤就買的人多的那種樓盤，因為他擔心炒作擔心好多人去炒，所以说對這種樓盤你買了之後5年之內是不能賣的，限售。為抑制投機炒房，上海於2021年3月明確對認購比超過130%的新建商品房實施網簽備案後5年內禁止轉讓的限制，簡稱5年限售。該政策主要針對熱門樓盤，旨在降低短期炒作空間。這個也就提醒那些炒房的注意了，你要帶着熱門樓盤去炒的話，5年之內不能賣。前2天有媒體報道，這個溫州炒房團是吧，重出江湖，又跑到上海看房。我倒是覺得這很有可能是溫州炒房團趁這個機會去賣房。所以在這裡我也建議如果你想賣房，你已經把房子掛出去了，賣了很長時間賣不掉，或者是剛掛，想趁着這個小陽春賣掉，那我建議你不要坐地起價，要誠心誠意，要重視那個，對吧？第一個來找你談價的買家，最
最好成交，不要往上亂涨價，以賣掉以成交为目的。因为啊，就你已经想卖了嘛，对吧？过了这个村啊，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好不容易刚需啊，憋了很长时间了，这個時候對吧？有一波剛需要買房，抓住交易機會啊。2024年9月份，對吧？出台那個救市措施的時候，樓市也火熱了一下，有很多業主啊連夜改價，本來賣320萬的，他突然改成350萬，坐地起價，結果呢錯失機會，現在後悔都來不及啊，對吧？當時我就建議啊，抓住機會，想賣的趕緊賣。當然了，有的人啊，如果你沒有這種叫潤的需求，第二個你也沒有什麼現金要用，急着用錢，那我倒覺得你賣不賣無所謂，因為你把它賣了變成現金之後，你幹啥呢？存銀行吃利息，這個也不是最好的選擇啊。所以說要因人而異，因你那個房子而異。那你那個房子又沒有貸款，然後它出租位還可以，能租得出去，那你把它變成現金幹啥呢？現金有什麼用呢？那你放在那房子，你還能每個月收租金，對吧？跟放在銀行吃利息是一樣的。總之啊，無論你是買房你還是賣房，要因自己的情況而定，不要盲目的照搬照抄。這個深圳的樂友家研究中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啊，說深圳二手房價格連續3個月上漲，2月均價達到了 6.2 萬元每平米。2026年2月，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價達到了 6.2 萬元每平米，環比上漲 7.3%， 比1月啊漲了 7.3%， 就是深圳的二手房成交均價。值得注意的是，這已經是深圳二手房價格連續第3個月保持上漲態勢，市場企穩回升的信號愈發明顯。總之啊，這個各個機構各個中介啊發布的數據不太一樣。3月16號國家統計局會發布數據啊，把這些數據啊結合在一起看，然後根據實際的自己的個人這個體會走訪，對吧？你不要相信哪一家的數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啊，反而能說明問題。這個南方都市報報道啊，他說深圳1000萬豪宅貨不對版，業主投訴幕牆玻璃灰色變藍色。今年1月，深圳一單價超10萬元豪宅項目，什麼紫荊府，部分業主反映，開發商在未提前告知業主的情況下，對房屋幕牆玻璃顏色及供應商進行了調整，對大門和園林車庫等工區的建設也存在不足，一系列問題引發業主強烈不滿。在房屋幕牆問題上，業主表示，開發商在實體樣板間採用的是偏灰色玻璃，搭配銀色鋁格柵，但項目批量安裝的玻璃顏色卻變為藍色，與樣板間存在明顯差異，不僅視覺上不友好，還是低透材質，整體感官大打折扣。業主明確要求外立面玻璃必須更換為實體樣板間一致的顏色。相關客服人員在回復業主投訴時稱，兩種玻璃的核心功能一致，因原品牌玻璃在樣板間使用時呈現不穩定性，如自爆、直面與圓弧玻璃工藝處理不佳，導致顏色偏綠等，故更換了玻璃，並表示現在玻璃質量更穩定，採購成本更高，可提供更優質的維保服務。但由於未公示兩種玻璃的採購細節，客服人員的說法遭到業主質疑。在進行多方溝通會議後，開發商已承諾將嚴格按照購房合同要求，將外立面整改回與移動樣板間一致的玻璃及鋁板材質，並確保品質達標。未來交付標準也將以樣板間為準。除外立面玻璃問題外，業主還指出，灣崎紫荊府存在多項與宣傳不符的情況，大門設計及石材選用和宣傳差異較大。開發商曾承諾整改，但至今仍未動工。園林、車庫等工區僅能依據開盤時宣傳的 PPT 了解相關規劃，但開發商拒絕承認宣傳資料為正式承諾。目前正在建設中的車庫及健身房樣板間大面積採用塗料，業主認為這樣的質感與高端樓盤的定位不匹配，要求開發商進行整改。對以上問題，開發商暫無回應。這南方都市報報道的啊，單價超10萬元一平米，那是豪宅，豪宅維權多，玻璃什麼藍色變灰色，樣板間是藍色，實際上交的灰色。哎，門口的大理石好像看着不怎麼對勁。說來說去啊，就是這個樓盤價格估計是跌了，這是主要原因，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就是有的業主他就是按照合同來，沒毛病啊，按照合同交付。但是啊，我在以前一直說啊，如果房價漲得快，沒有人會看合同的。為什麼呢？如果你要看合同，那開發商就說退房，對吧？我把你首付，我把你定金給你退了，你愛去哪兒買去哪兒買，實在不行我雙倍定金給你退。為什麼呢？你說你是18年買的房，21年交房的時候房價都漲了50%了，對吧？8萬買的房
漲到12萬了，你說你願意退吗？你肯定不愿意退啊。開發商說我退錢給你，走人吧。所以说啊，这個房價暴漲的時候是沒有人去摳着合同說，你這玻璃為什麼不是灰色，對吧？應該是灰色，對吧？你這大理石怎麼是這樣的？只有房價下跌的時候，這個業主他才會嚴格按照合同來告你開發商，對吧？開發商你要敢說退房，我真的把房退給你，是吧？當年10萬買的，現在已經8萬了，為什麼不退呢？所以說啊，這主要原因啊，就是它房價在跌，樓市越下行，維權的越多，因為業主本來買的房子都貶值了，他心裡窩着一股火，結果你這玩意兒還達不到合同要求，誰能忍呢？所以說這個樓市越低迷，對開發商的要求反而越高，開發商想浑水摸魚，對吧？想以次充好，那是不可能的。剛才我們說到了現金，如果你沒有負債，你手上有房子，2套房、3套房，你到底是把房子賣掉变現金，還是怎麼着？人跟人不一樣。今天我也看到一個說法啊，說叫鳥籠效應。什麼叫鳥籠效應呢？他說啊，當一個人有存款30萬以後啊，就容易陷入鳥籠效應。如果你有了一定的存款，一定要警惕鳥籠效應，因為它很可能讓你傾家蕩產。那什麼叫鳥籠效應呢？這個心理學家詹姆斯和朋友打賭，打什麼賭呢？他說我能讓你養一隻鳥。朋友不相信，我為啥養鳥啊？詹姆斯說你別急。詹姆斯啊送了他朋友一隻精緻的空鳥籠，一個非常漂亮的鳥籠。此後由於這個朋友家裡有個非常漂亮的鳥籠放在那兒，所以一旦有人到這個朋友家的時候啊，這朋友家人一來客人看見鳥籠都會問你鳥呢？然後有人還問他你是不是養的鳥死了？這個朋友不厭其煩，煩不勝煩，這每來一個人都跟人解釋這個鳥籠是怎麼來的。那人家就是不信，人家就說那你鳥呢？養死了吧？鳥去哪兒了？你不養鳥，你家裡放個鳥籠幹啥？大概這意思啊。這個朋友啊由於反覆解釋，越來越煩，最後啊索性買了一只鳥放進去，這下好了，來了人就不問這樣的問題了。這個叫鳥籠效應。這個鳥籠效應說明什麼呢？說明你本來不需要鳥籠的，結果人家送你一個鳥籠，你為了這個鳥籠你還養一只鳥，那你養鳥之後你後面還有啥？買鳥食，对不对？還掏鳥糞，对不對？叫一連串的事都來了，這叫鳥籠效應。現實生活中啊，很多人也是如此，在獲得一件原本不需要的物品後，會不由自主添加與之相關的東西，只是為了讓它顯得合理。我舉例子啊，就比如說你要買個豪車，實際上你也不需要，對吧？但是你要買了個豪車之後，你因為這個豪車而增加的負擔、額外的開支，那是你想不到的，非常多。或者你買了一件，對吧，4-5萬塊錢的貂穿着，你本來，對吧，你穿個100塊錢的衣服，你想哪兒擠哪兒擠，公交車、地鐵，心裡沒有任何障礙，早高峰完全可以輕鬆應對。但是你要穿了個4-5萬塊錢的貂，你還好意思跟人擠嗎？你不怕擠壞了嗎？所以你就得打車了，网约車，公交也不好意思擠了，对吧？因為你穿了這個貂，你的其他的相應的啊，那你既然穿了個4-5萬的貂，那你的包還好意思背一個100多塊錢的包嗎？一看就是山寨貨啊，你也不好意思背了，對吧？你4-5萬的貂都穿了，那你不得配個表嗎？大金鏈子也得戴上，這就形成了那個咱們很多人說的啊，把全身全部家當都穿到了身上，最貴的都在身上，就是因為這個貂引起的。那什麼30萬存款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啊，這個叫30萬存款現象，指的就是當你存夠30-40萬的時候，資本的聲音便會響起。什麼響起呢？就是一旦你真的存了30-40萬的時候，你就會經常會接觸到很多声音、很多文章、很多說法。比如說啊，男人該有塊好表，女人該有個名牌包，這個車是中產標配，那個課是階層入場券。無數人會告訴你，以你的階層應該有什麼樣的標配，也就是你現在已經有這個存款30-40萬了，30萬，那你就應該與之有相應的，就相當於30萬就相當於貂了，你知道吧？你就有相應的一些配置，讓你通過消費來證明自己配得上中產、體面等標籤。然而這並不是你真正的需求，只是你為了迎合外人的評判，為標籤買單。但是啊，為標籤買單是沒有盡頭的，最終你只会兩手空空。這就是所謂的這個30萬存款現象，也就是網上一種說法啊，很多人存款存到30萬的時候，基本上就是飄了，最後是後悔不及啊。所以說，如果你把房子变成现金，這個裡面就問題就來了。一個是30萬存款現象，你保不齊啊，會掉進去。第二個也可能好多人就惦記要跟你借錢。第三個就很多人勸你投資，對吧？買股票，股市現在很火爆，黃金火爆，白銀火爆，趕緊買。最後不過是從一個坑跳到另外一個坑，這麼折騰幾回啊，也就抖落乾淨了。但是也有人啊，每個坑都踩得很準，但是這樣的人叫萬里挑一，就1萬個人裡面恐怕只能出一個，都是命好
好啊，对吧？有人在21年把房子卖了，买黄金，賺得盆滿缽滿的，但這樣的人有幾個呢？一地雞毛的更多啊。所以說咱們這個頻道啊，勸大家啊，無論你是買房還是賣房，一定要根據自己實際情況來決定，不要盲目的照搬照抄，對吧？你不要學胡一靜老師，胡一靜老師無所謂，對吧？賠幾十萬對他來說不重要。如果你現在手上錢不夠，那你先別急着買，對吧？如果你說買套房很輕鬆啊，對吧？跟菜市場買菜一樣的，那你就買呀，對吧？這就是消費呀，及時消費，及時滿足，沒什麼不好的，對吧？你說你缺錢用，你現在把房子賣了是改善生活，也可以啊，把房子賣掉回来现金，提高一下生活品質，对吧？改善一下生活，國外到處轉一轉，這也沒啥，你就把心態擺好，這叫消費，把那種總想賺錢，對吧？通過一買一賣要賺多少錢，改變命運，改變階層，把這個觀念去掉，把這個想法也去掉，把它變成一個消費，你就能接受了。所以漲跌你也不在乎。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